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阳。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今年第21号风台空雷，即嘛是搁挖向西边，气象署是有可能会来到中度风台的上悬坎，嘛有可能会来登陆台湾。上紧明仔载下晡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会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四、拜五就是影响咱台湾上大的时阵。 台东外海风影愈来愈强，海洋一阵一阵拍起来富江的爆发，往回着岛甲南势的客船，拜一下晡开始停驶，因为客船至少要停3天，离岛的物资嘛透早就再出海。今麦开始涨了，因为连船休风台来休不了缸。基本上我们跑2趟完就停了，12点半以后就跑完了。 空瑞风台目前以1点钟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行，比前一天路线搁偏较西平，嘛靠我台湾。为拜三开始，各地风影会愈来愈明显。 北北基甲花东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开始落大雨。目前预测风台中心可能在拜四暗至拜五早起登陆花东，这2天对台湾的影响是上大。 台风在逐渐通过我们的时候，如果它是比较靠近在东半部的这个区域的话，首先会出现豪大雨的区域，就是刚刚提到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东半部以及北部的地区、北部的山区哦。中南部地区可能在台风通过之后，也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 那照这个路线，气象署上紧拜日下晡到暗时啊，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因来着上警报的范围，也要看风台上新的路线。分析师指出，风台的路线持续偏较西边的关键，就是北边的太平洋高压比按算的还搁较强。所来太平洋高压的强度，也是影响路线的关键。不过，风台靠近台湾的时阵，估计暴风半径已经在250公里左右，便若登陆范围就会涵盖全台湾。 北方的西风槽、台风本身以及太平洋高压怎么去互动哦？这个势力相对来说是比夏天的台风复杂很多，这也导致说康瑞台风它的预测路径是一变再变。民间气象公司预测，风台未来无排除会搁向西边、向南边来行，移步的路线也有变化的空间，对台湾各地影响的程度嘛，因为路线也在改变，所以无法度真明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空瑞风台若登陆台湾。 会是咱57年了后，搁有风台伫11月份登陆。外头看1967年的强烈风台吉达，迄当阵11月18，为花莲到成功之间来登陆。苏当时的记录显示，花莲的灾情真严重，而且有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 好，即马台海的局势是真紧张，空军是来加强战备训练。今仔日本地是有5天的天龙操演，也毋过即马是受到天气的影响，会延1礼拜才来进行。毋过，咱的陆军是有展开长台19号的演习，来考验官兵的应变能力。 驻守伫花莲基地空军3大主力战机之一的 F-16V 陆续集结完毕，两架配一组来升空。 新竹空军基地幻象2000早起后看到伫等台接到指令，这边起工任务。空军2度重要演训天龙操演，原定2月开始，连续5天登场，包含 F-16B 幻象2000，经过好战机拢会参演。不过受到气候影响，操演临时暂停，顺延1礼拜到11月7日展开。 天龙操演假期大部分是集中伫花莲的嘉山基地斗阵来测验。不过，去年因应强机侵扰台湾威胁情权，战机踮伫原基地受测。今年是比较办理，新竹2联队、台中3联队、花莲5联队会各自伫负责空袭，展开瓦军实践化测考。随时随地我们的战机都可能要升空应对这个共军的基建扰台。那地勤人员他的设备跟人员基本上应该都是扎根在各个的空军基地啊。你如果为了这件事大家都通通跑到东部去，这个也跟实战状况有点脱节啊。 天龙操演有加有防空拦查，也佮有 AGTS 射击25部训练弹的导戏，外线飞弹射击竞赛，地面也有战力装挂甲宪兵部队轻兵器射击竞赛。另外，操演往年拢会选出空战王、战霸王、炸小王、飞行员参选王牌飞行员的公营，今年该以争取团队赢入为主。亚陆军展开5天长台19号演习，由中部增加560里。 也有南部基部33里，2个联兵力对抗，大批战车、军用卡车唔惊风雨，而且暗时机动部署，伫高雄公路上经过，可是团出车辆无正常。一辆 CM11战车执行夜间机动时，行经高雄市凤山地区，因发现车辆警示灯异常，随即停靠路边检查，由维保人员修复后，顺利完成机动任务。
廖军表示，登台19号比较汉光40号演习，24小时无停，夜间训练。专家分析，仅有2个练兵力高手模仿强军定律，发生各种突发的状况，可见官兵应变甲处理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顶礼拜五半暝3点外，高雄市乌来分局有一个2线2星姓袁的警官，以食酒塞车，佮互人撞到，顶时也连带受到处分。也毋过，这件代志是让3工才来讲，面代是来质疑讲，让遮久有可能就是因为想要闪过议会的一瞬。 2台警车到这并包围10个人驶的车，无法度搁行。这名穿白色衫、伫通知无啊10个人，就是驾驶，亲像驶车的时车身摇摆，落车搁互闻到身躯有酒味，互警员要求酒测。看你身上有点酒味，我们酒测一下好不好？ 酒测台0.97严重超标，面对半早10个人态度配合，煞已经达到警戒红线。原来伊是家己的人，目前任职伫乌来分局，为该2线2星的警务员，也捌担任过侦查队副队长。这是个人的 YouTube 上传的影片，算拢是伊甲朋友到城市场所啉酒耍的影像。其平时考核不佳，且行为严重影响警誉，将依据《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及《公务人员考绩法》规定。 从重严议。分局表示，10个人以公共危险罪上班，也因平时考学无好，酒驾影响警局。依相关规定，一摆记2大过免职。不过代志发生了后第3日，为记1大过加重到免职。警方则对外说明，而且代志发生的时阵，拄好轮到高雄市警局爱到议会备询，也后面代志期是调岗封锁消息。25号凌晨发生的新闻，到今天连影像都没有。 那这个闪躲的态度非常的明显。那当你对于这些酒驾违规违法的事情，社会用更大的压力去监督，我想这个大家可以去共同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市府澄清，市警局无针对个案下令封锁，也毋过各界警员酒驾行为警政人员无维护民众安全，颠倒做上歹示范。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有一间药商互利一个员工出面甲指控，讲这公司是会用工业送素去染医疗用的送素，而且拄到过期的，甚至会甲改效期搁继续来卖，已经卖上无有10多间病院去啊。目前这是安处甲检方已经有抄到一寡证据，即马等咧扩大调查。 医疗用的光体灌送到气体电厂场灌散素，不过灌入去的气体煞是工业散素。台中太平一间有药商资格公司，互利一间员工指控涉嫌以工业散素代替医用散素卖予医疗院所，甲为过期的散素桶改标。客户那边再回来，不是变空瓶吗？然后他们再把打工业的进去，也就是说第一次是合法的，第二次到99次可能是非法的，但是那个氧气会有效期。 如果效期一到的话，它就是开始改标了。陈信社表示，以1桶液体散素为例，医用散素正价成本是1350块左右，不过工业散素是1005块，价差345块，搁卖出1桶会当达到2000块。甲公司合作的下游医疗院所有10多间，地点遍及中中到3县市。台中市食安处强调，今年8月接到检举，甲检调发动搜查，伫业者工厂查获气体分装工区自行列印标签，甲亲像南向工业气体电厂的医用散素有29桶。 经配合台中市料处到现场的搜索，发现有气体分装工具、封膜以及厂商自行列印的检查合格标签等物证。另外有混用工业气体的嫌疑，总计有29瓶，由台中市料处现场封存并责付保管。 医用散素为2019年起到封道的药品管理。台中营总表示，通常是重病也是胸腔疾病的患者会使用医用散素治疗。工业散素当作医疗散素使用，会有顺导不足的问题，有可能掺着医用化碳甲环境有害气体长期使用会危害健康。 所以它有可能纯度不足，或者是里面掺杂有其他的气体，甚至是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比如说一氧化碳或者是甲烷之类的气体。 长期使用就会有安全的疑虑。业者拒绝说明，检方强调，这间公司姓陈负责人涉嫌违反2项药事法，假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目前扩大侦办。食安处表示，已经要求业者回收45支散素桶，无经过核准擅自制造到涉及制造假药，相当会当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执政联盟自民党甲公明党是敢若摕到215席，这席次是无过半。面对外界的关心，这个换选战的小泉已经请辞，要来担败选的责任。但倒是这个石破无是讲伊未落台，会来接受选举的结果，也会规划改革。另外呢，伊嘛来强调讲，袂甲公明党以外的政党来合作，可能会组一个少数的政府。也若即摆正做是第二大党的立民党，因是打算要来提出倒阁，互政党会当轮替。再来看这个乌海的国家Georgia，伫10月26的时阵举办国会大选，结果呢是换罗西亚的执政党Georgia之邦去摕到54%的选票。总统就来批评讲，这就是有罗西亚来介入伫背后变鬼变怪，所以呼吁民众爱上街头抗议。ამარჩევნების აღიარება არ შეიძლება, იმიტომ ეს არის იგივე რაც აღიარება რუსეთის აქ შემოსვლის。乔治亚总统佐比拉奇维利离奇伫在野党联盟陪同之下，宣布唔承认国会大选结果。批评这根本就是一场罗西亚特别行动，一种新形态的混合战争，呼吁民众伫日北暗同齐站出来，向全世界发声表达意志。这摆大选方看作是乔治亚未来政治部甲罗西亚结盟，也是继续争取日后面的关键一战。亲西方的在野党大团结组成联盟，甲执政党对抗，计票时共款讲因胜利，官方将期末结果刷电倒饼，因讲袂安尼就放弃。Georgian people is we are going to Europe. We are Europeans. We will do everything. We are not going to give up. 执政党乔治亚之王今年初就把想要通过一项外国代理人法案引入罗西亚法律，引起国会争议甲街头抗争。这摆大选包括欧洲安全甲合作组织在内的3个独立观选团，通报一系列违规行为，包括造票、乌西恐吓选民、攻击观察员、甲投票站附近的暴力行为等等，指出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呼吁乔治亚当局调查处理。We express deep concern about the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Georgia. 公司新闻协会张炳义。2024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5就要来举办，这礼拜开始，拜一到拜五，咱新闻世界通是推出美国大选特别报道，要做伙带观众朋友来熟悉美国的选举。今仔日咱要先来看选举的流程。这美国土地是遮大片，人口阁遮尔啊侪，选总统绝对毋是一日就舞会煞的代志。咱要请苏比为大家来解说，这到底是安怎运作？美国的总统大选是后礼拜11月初5就要起考。这美国土地看人阁济，和咱台湾的选举方式无啥共。选举结果当然嘛无可能是转票迄天就当随出来。今日就要带大家来了解这2024美国总统大选重要的事情。头先咱来先了解美国的选举是分做选民普选甲选举人团投票2个阶段。这第2阶段，各州的选举人团其实拢会照普选的结果转票予胜利的候选人，所以讲其实普选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当选的结果。今年的大选11月初5，各州的投票日，各州的选民会去投票所的现场等候因心目中的候选人。这部分下条件选民是会当提早用假选票的方式来投票。今年下条件选民是有2.4千400万人，当然无可能是一天就会当开票开煞。上晚要到12月初5才会公布各州的结果。12月16的时阵，由这选举人团投票予对应的候选人。正式的当选结果，就要等到明年1月初6才会公告。要若是1月20的时阵，当选人就会宣誓就职。讲到这美国选总统呢，毋若国内是咧加军，这国际社会嘛拢真关注。这回选举除了是总统以外，其实还阁有其他的竞选咧进行。这美国主要是分做参议院甲众议院，这回两院的这个选举局势到底是安怎咧？那么共款要请苏比为咱来解说。是主播，这回2024美国的大选，除了选出总统，部分的州长、参议员，甲全部435席的众议员嘛改选。这选举结果，就会去影响到未来新总统敢有法度顺利执政。头先，咱先来看众议院这地，全部435席的众议员会全部改选，因的任期是1任2年，不过无限制爱连任做几任。
而且咱也特别关注讲，这众议院的议长，同时嘛是美国权力排伫咧第3个领导人，伊是敢若排伫咧总统甲副总统后壁。也那说落来，咱换来看参议员这块，参议员是一任做6年，不过为着让法案顺利推动，并未一届就改选所有的参议员，是2年改选当中的1/3。所以讲，加强100席的参议员当中，这回大选是改选34席。也那是参议院这边的议长是由副总统来兼，所以讲，若是参议院甲众议院的大党无共党，就真有可能会出现法案甲政策杀袂行的状况。体段的消息，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个美国职棒世界比赛，道奇队是攻赢洋基队，连续摕到2个胜利。也毋过，这个球星大谷翔平却因为偷走垒的时阵，在倒边肩胛头突轮着伤，加在伫治疗了后是恢复了袂歹。伊总教练是讲，刷落来第3场的比赛应该会当照常出场。世界比赛第2战第7局，4个买球保送上垒的大谷翔平，第一要偷走去2垒的时阵出意外。大谷去用触杀出局了后，并无随爬起来，等到是举手发救人，表情是真痛苦。了后伊翻身，手摸倒边的手骨倒伫涂骹，救护员随去了解情形，该插离开现场。事后教练证实，大谷可能伫处理的时阵用倒手去踢涂骹，无细致造成倒边的肩胛头有部分的所在脱轮去。He had a little left shoulder subluxation, but everything. So we're going to get some tests at some point tonight, tomorrow, and then we'll know more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But the strength was great. The range of motion good. So we're encouraged. 美国职棒世界比赛，道奇甲洋基闹43年了后，这届伫比赛要对决。就伫道奇连续2届摕到胜利，大谷翔平形容着伤，球团甲在场的观众是拢惊一跳。不过大谷经过检查甲治疗了后，而且也是赶去纽约洋基的球场，以小来练习的方式参与球队的练习。Yeah, I mean, I think that taking dry swings, which he's done, but then obviously taking balls off the tee, batting practice in the cage. That's going to be telling, and I think that he's obviously very well aware of himself and his body. So if he feels good enough to go, then I see no reason why he wouldn't be in there. 教练表示，大谷已经会当做打击的练习。世界比赛系列第3战，就有机会会当上场比赛。因为大谷恢复甲遮尔紧，嘛互球迷是加较放心。期待2杯比赛会当看到大谷上场比赛的表现。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英国囡仔册主角《Paddington 嫌》这电影呢要出第3集，业者是伫英国也有爱尔兰23个所在来推出系列的活动，互民众会当有机会甲这只嫌做伙来翕相，甚至伫旅游订房间的网站也来推出相关的房间，也毋过无想到煞引起当地住户的不满。Let me show you what Paddington Bear in Liverpool looks like. 伫英国爱尔兰23个城市的路边，最近拢出现即阵柏林顿型的雕像，手内摕着伊上喜欢食的果酱三明治，坐伫长椅仔顶头，大家拢会当甲这位经典囡仔册主角最近翕相留作纪念。And what we love about Paddington is he transcends generations. So whether you're young, whether you're old, grandparents,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y all absolutely love him. And I know that he's going to be really popular this autumn for families that are coming in to enjoy the city centre. 电影公司印欧加纳将会推出第3部柏林顿熊的作品《上上吉米鲁》。故事是讲柏林顿甲伊上亲爱布朗一家伙仔，吉米鲁看因阿哥鲁西，山意外讲入去神秘失踪事件。由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演的冒险家，带因去亚马逊雨林探险。Is it me or is it getting a bit choppy? We have a slight emergency. Paddington, what are you doing? I appear to be driving the boat. 读者已经看过几类世代柏林顿型，故事内面出现真侪场景，就像是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桥，还有柏林顿车站，拢是真有名的观光地点。就连布朗引导温莎花园主题的原型，伦敦樱草花山社区，超过看山几啊路的厝也同款。订房网站 Airbnb 也看到这边的日料，伫这个社区完整复制出布朗引导
各省柏林顿型体验房活动，这边会当互3个家庭入去住，不过当地的当地民众是写联名批对外抗议。为了要安打居民的不满 ，Airbnb 捐2万英镑予周围社区活动的营造会山社区协会，邀请民众去柏林顿型体验房参观，一个专属的电影放映会。不过反对的声音也是有，因伫抗议会内面讲，正讨厌因大街仔路互企业利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改编日本漫画《进击的巨人》呢，已经连续播送10档，即马伫2023年来刷过，嘛改编做音乐剧伫美国纽约来演出。日本演员江宫来梦因主角爱莲伫咧舞台顶甲始祖巨人伫咧空中决斗的场面，《进击的巨人》2.5次元舞台剧改编自漫画画家炼山创的畅销作品《进击的巨人》。それを愛してくださる皆さんがニューヨークにたくさんいると。それで僕たちはどうしてもこの海外公演の初演をニューヨークでやりたいと、そういうふうに願いました。2.5次元作品是舞台剧的形式，甲动漫加电玩游戏改编成做真人舞台剧。舞台顶用多媒体呈现场景设计加舞台效果。进击的巨人音乐剧结合演唱加舞蹈，无同的表演形式，展现加源自同款的世界观。演主角的演员江宫来梦讲到演虚拟角色的感想。僕は生身の人間が持つ放つエネルギーってものすごく大きい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て、例えば映画とかアニメからもらう映像からもらう力とミュージカルとか舞台とかからもらう力って全然違うもの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アニメや映画化した作品を次またミュージカルで生身の人間がやるっていうのはかなりこう心に来るものがあると思うので、私が大好きなミカサだって思ってくれるように忠実にっていうのを目標に役を作ってきました。进击的巨人伊的背景是设定伫咧人类甲食人类的巨人同时存在，原著漫画伫全世界已经卖出1亿4000多版本，年底将会登记东京巨蛋演艺厅继续演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阳，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